新加坡嘅 Diploma 淨係讀1年，完成後成績合格係可以升讀大學嘅 Year 2，學科選擇超多，有商科、電腦設計、心理學、藥劑。不過要注意啦，獸醫、醫科、物理治療、放射治療咧係唔可以行呢個途徑㗎。特別適合一啲 DSE 分數唔夠，又或者未夠信心嘅同學仔，穩陣先讀1年 Diploma， 然之後再升上大學嘅 Year 2。入學要求嚟講咧，喺香港嘅 DSE 最佳嘅4科啦，有8至12分，同埋 IELTS 咧有5.5至6.0，咁就可以申請啦。1年學費只需要13,000蚊星幣，性價比超高啊！要注意啦，如果同學仔將來諗住讀啲數理要求高嘅學科咧，咁你嘅 Diploma 成績就要攞到60至70分以上，先可以穩陣上到 Year 2嘅。有好多同學同埋家長都會問我DSE 得10分嘅喎，適合讀邊一個學科咧？我想讀商科，我又想讀設計，但我對藥劑有興趣喎，究竟應該點揀啊？我又可唔可以入學咧？喺新加坡嗰邊嘅學費、生活費係點樣計㗎？生活環境又係點嘅咧？聽講咧，大學會有獎學金嘅喎，我可以點樣申請啊？其實每個人嘅情況都唔同㗎，我可以幫你哋逐一去做評估。對比起重讀 DSE 又或者讀副學士嚟講，新加坡 Diploma 呢個途徑係更快更穩陣，而且你仲可以體驗到新加坡嘅生活。1年後直入大學 Year 2，節省時間同金錢。畢業後咧，同樣可以攞到正規嘅大學學位啊！想知 DSE 幾多分數可以報讀？邊個學科最啱你？學費同住宿點安排？記得分享同留言2個字，文憑老師會幫你免費評估，回答你最新嘅入學要求同學校選擇。記得 WhatsApp 我啊！你嘅大學夢就由新加坡 Diploma 開始啊！